爸，咱们班那个魏老师好像是廣東人，我要怎麼用粵語稱呼他呀？魏老師咯，簡單啊嘛。喂你個頭，呢個字讀魏啊，魏老師啊。真㗎，聽起身怪怪地咁啊喂。邊度怪啫？全 TVB 講普通話講最好嘅嗰個演員叫咩啊？魏俊傑咯。爸，那追溯的粵語怎麼說？追溯。你個樣啊數啊，追數啊。爸，那門檻呢？門檻啊，門檻啊。那優惠券呢？優惠券呢？優惠券啊。混淆呢？混淆啊。那郴州呢？唔識啊。深州啊。我直為嗰字都笨。冇嘢，你教粵語都冇幾個人睇噶咯喎，仲教？冇人睇我都要講。如果唔係，以後越嚟越少人講啊，歌都冇得聽。爸，那奇葩粵語怎麼讀？奇葩啊！但我知道廣東人不說奇葩，有其他的粵語形容詞，對不對？啱啦，例如騎呢、古怪、極品、怪雞、鉗、騎呢怪、神神地、黐黐地、疏疏地、鬼五馬六、神神化化、九唔搭八。騎吧。